台湾伫战后头一代抽象画家陈金辉，今年已经91岁了。伊一世人拢伫咧画油画，对写实抽象到落尾发展出家己风格。敢若用线条就会当表达艺术精神。国家美术馆今夜专工替伊办90岁展览，到10月初3结束，邀请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。 白色的厝体用色丰富，线条甲色彩中和谐佮有层次。这是战后第一代油画家陈金辉1959年画的街景。青金金的山岭，看到日头光照入来，也有显白的树身线条。700家己公园，陈金辉画就是伊的故乡家己。我那阵我那有人画，真写实的啦，有人就变形的啦。 有人有抽象的啦，我那有啦。当然，到即摆抽象，到即摆写实，又搁无啥共款。战后的台湾画坛受现代甲真画主义的影响，陈金辉的画风渐渐对美术学院的印象主义转做抽象。1975年了吼。 伊的抽象就已经发展出伊家己的特色出来，咱无就去解说讲伊是毋是野兽主义啦，吼，还是立体的主义啊啥？伊迄个物件已经结合着一寡咱讲表现主义啦，吼，象征主义啦，吼。每朝看过陈金辉作品的人，拢形容伊的图是无声的音乐，在咧线条的律动甲色彩结合的节奏内底，听到美妙的乐章。 有淡薄仔神秘，不过介有灵性。它的画面旁边就有一些小小的东西，看起来其实是很可爱。你可能要看久一点，或者是看你要站远一点、近一点才看得出来，他想要就是在打他的作品名称，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。你不是用你的目睭在看尔，你的身体吼，你身体其他的器官啊，你也随着伊迄线条吼。 走到那个画面来对老师去描绘迄个世界啊，有的是梦境，有的是文学，有的是诗意。陈金辉最近10档的创作，无搁再有具体的展现，伊甲真实的风景转化做抽象的意境，像这把万峦叠起，就是伊80岁画，简单用几条简单的线条，就甲山尾气势搞出来，对比强烈的红甲乌，透过整个画面，背景惨蓝。 朴色甲白色，通看出轻松甲温暖，也反映陈金辉心内恬静甲世界无情的境界。艺术是和平的啦，你用爱画什么款的，你就是画什么款的，无需要去甲人学。不求完美，可是心里是完美的，可是形象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完美中的最完美。 为着向前辈艺术家致敬，国家美术馆伫咧疫情期间毋惊艰难，用7个月时间，扣陈金辉150外幅图，替伊办一场叫《处色复形写上传神》的展览。相信陈金辉超过70年的艺术能量，已经深深留伫咱的心肝影仔。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台中报道。